这礼拜六特别大选哦，这民进党赖清德召开国际记者会，回应外国媒体上关心的量化政策。赖清德强调，依持现状会延续蔡总统的路线。那国民党还有其下晡时召开反对废死的记者会，要求赖清德表态。也针对国防部发布国家级警报，还有其是回应讲，甘美国讲这是中国介入选举的。那民众党郭文哲继续伫咧南部拜票，针对中国发射卫星，伊认为两岸就要建立沟通管道。伊也批评讲，中国有时啊就是帮派。Peace is priceless, and war has no winners. 特别用专英文地词选择来到倒头算四天，民进党政府总统候选人赖清德、萧美琴举行国际记者会，外国媒体关心两岸议题，赖清德强调讲会延续蔡总统的路线，维持现状。我们并没有任何计划，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拥有主权、独立的国家，没有另行宣布独立的必要。赖清德嘛讲到，中国利用战争和和平的选项，想要来影响选举。那指定的人当选，都不是选总统，是选特首。伊若当选总统，对伫印太地区创造新的局面会有帮助。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的车队扫街嘛无停，下晡3点外，国防部发布国家级的防空警报，对这侯友宜讲绝对唔准中国任何起无空，但敢是搁要讲中国介选，又发国家警报，又说是卫星，又好像又说不是，到底标准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又要说中国界限？侯友宜讲，伫这重要关键时阵采取的手段，拢是讲中国介选。伊嘛开反废死记者会，而且签反废死实现正义公约，爱对手赖清德表态讲好清楚。阿伯加油！谢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民众党的柯文哲是继续伫台南做车队扫街，找到对官庙出发，对国家级的防空警报是不是介选的手段？柯文哲讲无想要怀疑是阴谋论，但是批评中国是敌啊队友。我不希望把人家讲，好像想得很坏，什么都阴谋论。不过从1996年到现在的，每次中共都扮演那个猪队友的角色。当然你也不可能说他这个期间就故意卫星都不发射，我倒觉得反正双方都在过招。柯文哲认为讲两岸应该建立一线的管道，才袂阁发生这种状况。伊嘛向支持者发话，叫因爱拼命，甲厝内的是大人邮票。柯文哲嘛宣布讲，已经做好决定，要甲新竹的农地卖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